好，听我来做哈，继续开始。1661年8月17日拜三，今仔日真侪士兵对赤卡来到这个市镇里吼。迄寡士兵当中有一寡人摕着盾牌甲一个刀剑吼。巴克的办宪兵吼，我们叫做盾牌吼。盾牌，当然盾牌是另外一个物件啦吼。因为盾牌是另外一个汉字啦，是这个盾吼，是藤牌吼，藤条迄个钉吼。对这个情形会当来判断吼，敌人一定会伫这个市镇吼顾着真侪工事吼，所以话阮一世过吼，拢无看到任何改变。继续有真侪雨，乌云天，上午有14只或者是15只帆船驶出龙眼门港道，越过迄寡荷兰船只吼，距离真远啊吼，远到互相袂当来接触的吼。啊，所以这个什么意思呢？什么叫越过那些荷兰船只吼？好，上顶头，上以前是吼，对迄个北边的大石区航往海上去吼，应该是北啦吼。看起来是要航往时呐，若毋是要甲迄寡上尊贵的俘虏甲战利品载去更较安全的所在，就是要去时呐召集更较侪军队再来遮。下晡天气渐渐恶劣起来，强风对东南风开始一直持续吹来，听见迄个停船厝的船只，伫咧外面一只船的一声炮响之下，人同齐甲帆掀起来，航往海上去。到要暗仔5点钟，就拢驶出阮的世界，因为雾气真重，又搁落大雨，日夜了后，风力又搁对东南风增强透风起来。愿万能的上帝保护即寡船只免伫遭受灾难。要了到午夜的时阵，风力渐渐减弱，落一阵大雨。因人阮相信迄寡船只一定会用船头顶强风停掉咧。可能明仔载才会渡往平湖去，就像阮甲即个寇先生讲过，万一若拄着即种天气的时阵，就必须要安尼行船相向吼，相款吼。祈求上帝，互因顺利去到迄边的海边啊，并且伫今仔日看到有帆船对遐出来，就像可能发生的安尼。甲因抢过来，并且去执行阮所交代因的其他的命令。8月18日，礼拜四，早起天气晴朗起来咯，透西南风，海上风影还真大。阮看着伫咧即个市区的声人，还阁继续伫来回咧行动，但是无顾着什么新的工事。迄寡船只今仔日无看见，所以阮相信，因应该已经航往平湖去咯。迄只马面河对巴达利亚载来迄两小榴大炮，今仔日伫即个下站城堡的西边试射一个，要暗嘛就用3门即种榴大炮，搁射一发榴弹去迄个市镇里。因为阮对即种榴弹炮还欠缺人力，所以呢，只有一发榴弹发挥功能。第2发榴弹落伫迄个北岸的北平水中，第三发榴弹因为引信倒袂起来，无发射出去。发挥功能的迄粒榴弹落伫迄个射路所后面，互敌人真艰苦。今仔日
又阁有真侪士兵对赤坎来即个市镇呢，因南又阁落真侪雨，迄只跨线巴达利亚来的篷船，现在已经被水冲到完全变白啊！吼，而且充满沙甲水，强要入去吼。阮对即边看起来，除了茶以外吼，茶心吼，对该船已经袂当其他，抑阁有其他啥物物件会当用啊。8月19拜五上午，法务议会召集会议，天顶非常的乌暗乌阴天啦吼，规工落大雨，到后尾暗嘛才流出日，海上风影也真大，此外是会当航海的天气啦吼，风伫南边真平顺吹来。阮看见真侪新仔人也继续伫即个市镇里底行来行去，有2只小篷船对赤坎来挖进迄个市区后面社镇外的所在，但是呢，无伫咧大炮社镇外吼，伫遐趴定停船。8月20拜六。早起有一个被发现几若摆伫咧周围的时阵，咧困的士兵被处罚，被用一粒枪子拍过伊的头壳顶。现在天顶大部分人好天吼出日，即个伫咧西北方还阁布满乌云，即个港岛甲海上的风影也大平静落来，有5-6只篷船对龙椅门出来，航往海上去。早暗第二又阁伫咧即个市镇里大肆增强工事哦。伫迄个南边的港湾的西边的迄个角湾的海边哦，这个写啥？伫咧迄南边港湾的西边迄个角湾的海边吼，顾着2座双河瓦群的马堡。伫咧即个南边港湾顶面的迄座桥顶头也顾着一寡马堡，甲一寡堆放一寡新仔人上店里的厨啊。伫咧迄条庙街甲跨街，继续沿着上东边的迄寡废街，也拢如此顾着工事，而且因还阁持续伫咧搬运条啊、茶帮甲其他各种木料。即寡木料，因是伫对南边港湾的南边迄寡砖仔起的厝里来搬出来，经过迄座桥搬到对面迄寡废街，也对即个市镇的其他的厝来搬出真侪茶、真侪即个木料啦吼。搬以早吼，你救济伊的迄间厝以及附近。无定啊，伊是认为讲会当甲迄寡茶吼真安全来放到遐，伫咧要需要用的时阵会当摕出来使用。即个市镇充满人吼，甚至阮会当听到有人沿着街路里叫卖食物的即个声吼，话卖啦吼，话卖食物的声。阮看到讲伫第2市场附近有几啊新仔人甲2匹马，所以就派蒋记官 Christine Wolf 带领6个骑兵去遐，并且派30个好进枪手，点咧留踮咧头前，留踮咧即个头前的马道园，殿后来护卫。等阮的骑兵接近的时阵，上述第2市场的哨兵就发射2发小炮，并且挥舞因的旗帜来叫一个话即个算话救兵啦吼，救兵来啦吼。因罗方的人已经要过去啊。因姚维虎天后援军就油条逃走，迄时有2-3个人骑马，甲一寡步行用剑的吼步练吼，的人对油条出来，吴方的人蓄意
逃走一段路程，蓄意啦，我读对啊毋对，我查者。谈到啊，蓄啊，蓄意蓄啊，或者是蓄啊，我谈到蓄啊蓄啊。讲到呢度对是即个，拢是例如说吼，吸音器、吸音机，或者我捌听过啦吼，吸音机吼，就是即卖人讲录音机较侪啦，吼，个拢迄个台语讲录音机吼，其实是应该是录音机啦，我查者。目录吼，他说录还是列吼，无迄个录的音吼，迄是日本时代汉武啊停止了后，大家无啊读就家己编吼，编出来一个音啦。我来测一下大力大数典，这里汉字六，目标的六，来有列甲列吼，列，比如讲抄写记录吼，记录吼，记录吼，记录大家搁读到吼，记录吼。录起来吼，列起来，列目标吼，列校谱吼，列校谱这个捌听过吼，列校谱吼，列起来吼，是这个列哦，是这个目录的这个列字吼，讲你列一下写互我看下吼，拢是你家己这几工这个行程列一篇，列落我看卖啊吼，就是即个列笔吼，列下的记录起来的意思吼，列规条吼，就是记录做一条啦，就是叫你写做一条吼，列规条吼，所以即个列字吼是其实较早毋是较早啦，即嘛都嘛用得着啦，就是讲伫生活中用着，但是一定毋知即汉字要怎写吼。讲你列一下写我看卖，你甲这昨昏发生的代志列一下台语啊，互我看安尼吼，拢是即个列笔吼。好，另外是音的录吼，有拄仔讲录名录吼，伊例句是目录、定录吼，定录就是登录嘛，毋是起所谓的登录啊，是 register 这个登录哈。定录哈，秀载录这是什么意思？毋知哈，建筑录哈。录音这个是文言书，但是伊无规则。我看一下日本版有规则，无。是这日本版是伫倒呀？这是毋是写毋对？录音，结果我看是语音。转来这个，为什么查对这个字来叫做要记？吸音器啊，吸音器吸音机就是录音机录音器。蓄电池、蓄电池啦蓄电池这日本书这大力大书典，伫个将近100年前都有收列日本书蓄电池。
转来日记者讲，我方的人蓄意盗走一段路程，但是无法度甲敌人引诱到会当该抓落来、抓起来、活抓的这个所在吼，因此就无法无所收拾来对遐转来城堡。暗时啊又搁开始乌阴起来，然后就无雨咯。过个礼拜日。良好的晴朗天气，风对西南风吹来，海上完全风平浪静。举行了安息日礼拜，其他人继续伫市镇里无用加强因的工事。看起来因嘛伫早暗，甲因伫木园边和市场边的河沟压甲搁较深，搁较阔咯。今仔日有一个新仔人对迄个税务所后面摕白旗，摕着纸风夹伫一支竹仔顶的批来插伫个瓦棍储地的所在。阮甲即张批摕入来了后，看到迄是小鼻涕船，2号副代工 Benjamin Valtu Eason 用红图写来批。数期是本个月18号，伊用即张批相信来甲阮讲，上述迄只小鼻涕船漂离该舰队了后，伫咧小南溪的一个线洲顶头来看线。船顶42人全部落入去敌人的手里。伊和另外4个人被掠来赤坎见国姓爷，被国姓爷留下因的性命，并且被款待了真好。我哋到其他的同伴就完全无提及。愿万能的上帝怜悯因，互因得以平安无事，也祈求保护其他的船只得免遭遇意外船难。过月22号拜一，上晚阮看见一只荷兰船对远的海上往这边行来，下晡就来到南边停船处和这个港道中间。迄时有个专往海上行去，并且发炮2摆，对此阮决定发出通讯的信号。互该船会当先来即个港道，然后该船就来咯。发炮一响了后，就等要遐甲钉放落去吼，停船。有3只篷船来即个港道头前来回巡航，入夜了后，就进入去2门水道。虽然如此，阮也认为无应该派人伫咧阴暗坐阮的小船出港，因为太危险咯。因为阮咧想敌人会趁着暗暝来走即个港道，互阮袂当和迄只船来联络，所以就算阮真想要派人去迄只船遐，也是宁可等到一个明仔载天光。到时阮会当甲前景看较清楚，会当免去因为派人出去的危险。阮的意思是，毋通为着提早伫咧阴暗去摕到该船的消息，取得该船的消息，或者是甲因讲阮的状况，以及迄个舰队的前来处队，而付出重大代价。哦，这是咧翻译啥吼？好啦，这无重要啦，读过好了。何况该船也必须知影处队动力作战，而且看起来因为天气良好，又搁对西方吹来强风，被漂离的舰队真有可能会伫咧1-2天内转来处队，而且敌人的船也袂当造成该船的损坏。今仔日敌人又搁伫咧市镇里抱用搬运茶帮、条啊、甲麻布等等的物件。今仔日好天透西风。8月23拜2，好天风平浪静。早起有一只敌人的舢板伫即个港道附近来回咧航行，显然若是有阮的小船出港，就要来阻
走动，因此呢，阮的小船，因此阮的小船就等到上午8点的时阵，迄时该三班航会龙尾轮也6只篷船对龙尾轮出来，其中3只往海上所在航去。另外3只因为强烈的海流无法度航行，因此阮就派A轮混合的小船搭载5个好进纤手甲6个水手，其中有一个副代讲，炸着一张批去迄只阮所看到荷兰船遐，即张写予该船的主管的批内容是安尼如下。苏联国 Jacob 靠国下指挥的舰队，伫本个月12号到遮咯。因为天气恶劣，地cầu船顶迄寡士兵无法度来起山，而且因为天气搁较恶劣起来，地cầu该国下不得不率领该舰队伫本个月17号航离出队沿海，相信已经前往庇护。又搁关系到迄只小彼得船。2号路上所说的代志，就是该船漂离船队了后，伫小兰溪遭难船顶所有人员因此拢落入去敌人手头。又搁因为轻信讲阮迄寡船只真紧就转来遮，所以因迄只看起来像是东报复号的船，请耐心继续停看伫即附近，一直到迄寡船只转来，必得减少被敌船袭击的机会。同时，因必须提高警戒，并且要准备好随时应战。一旦上述船队转来到遮，阮会依照情况随下达适当的命令。万一因为恶劣的天气，或者是因为敌人大军的敌军，或者是因为其他意外事故无法度转来出队沿海来，安尼因就要设法前往庇护，去遐真细腻来探听阮迄寡船只的消息。找到因以后就加入因的船队，但是若伫遐无找到因，就要搁往海上去找因啦或者是转来出队。或者是万一因确实遭遇极大压力，就前往归南去。只要伫港外无看到即个城堡里有危险的信号，就要如此准办。若是看到有危险的信号，就当航往日本去。因务必要真确实来甲巴达利亚国下因的批包扎伫个船内底，并且用锁链捆绑好安。伫上早机会，互即只送批去的小船载转来，并且呢，爱同时详细来批互阮知，因的船人员以及载来好譬如食物、啉的水、武器等等的情形状况如何？如果看到情况危险，即使是危险性无大，也爱甲上述迄张国下因的批保留伫船顶。若无万一遭遇意外，迄张批的全部内容就可能会泄露出去，造成对船贵的公司极大的不利。对此必须要特别注意。官员国事也以船贵公司的敌人的姿态，率领军队来到即个岛屿的代志，也详细甲因讲。最后严肃来建议并且命令因，爱派阮迄只小船转来阮遮即边的时阵呢，因迄只大船一定要护送，就是必须要护送即只小船来即个港湾，爱尽可能来护送到会当挖近即个港道的所在，而且伫咧无确实把握会当护送阮即只小船回航以前，袂使派即只小船转来，除外无其他内容。上述即只小船伫咧上午11点半去到迄只大船遐，迄只大船旗篷伫咧南边
停船的所在，伫遐摆动不已，伫遐海啦吼。有两三只小篷船伫咧即个头前来回巡航，但是入夜以前就转去龙椅门咯。下晡透西南强风好天，阮看见一只无大桅杆的篷船对海上前来，也进入龙椅门。厝外看袂到海上还有其他的船只，迄只大船还伫遐咧海。海上航去了后，伊要航往迄个南边的停船处遐。8月24号拜三。早起迄只大船伫即个港道航来，迄只小船对遐早来巴达维亚国下因的批来入港。即只大船是本舰对巴达维亚派来最后一只船，是东北号，伫咧7月27号被国下因派遣航离巴达维亚前来储备时，查来后面是要伫。查来后面是要储备军队的各种使用品，总价值是25902毫吨。此外，即个大公讲，伊对迄大公讲啦吼，伊对迄个船长听讲，因伫咧澳门群岛的即边，伫大蒙的天气中，拄到一只对淡水来的疏运流风的新仔人的篷船。该篷船的主管因来喊话啦吼，对因讲啦吼，因备有航海通行证甲物件，所以就航离了后，因又搁发炮2响，命令迄只篷船来因遐。并且命令该篷船含因同齐500航行，但是伫咧附近遭受西北风的冲击。等冲过即个恶劣天气了后，迄只篷船是一只相当大而且装配良好的船，已经飘离开因，然后就拢无看见该船咯。下晡调开佛罗摩萨议会，迄只名仔港船现在也已经准备好，就伫明仔载出航去迄只大船遐去载一寡食物转来遮。为了即个目的，阮甲即个迄个主管写一张简报批，内容如下：阮派即只名港船要去对东北号载转来2桶西班牙的葡萄酒，1桶醋。2大芒是啥？一种德国秘鲁啊，因为第一个即种秘鲁的即个秘鲁的名叫做 Christine Mam 吼，所以底下都有 Mam， 做即个秘鲁的名吼。10段的肉，8大肥肉。3桶橄榄油，3桶高酒，4个 last 的土豆，7箱纸，10段的荷叶。关于着船长的用具阮需要一寡锁啊，也需要一寡用来做松枝啦结锁的旧锁啊，松枝解锁，这是什么意思啊？松枝解锁。松子解锁，看无知无？好，关于着船长的用具，阮需要一寡锁啊，也需要一寡用来做上枝结锁的旧锁啊。
早即条批去的人是巡务官兼仓库总管鲁顺文康先生，鲁顺文康先生。伫即只小船还阁会当装更较侪物件情况之下，伊会当下令应该阁再装啥物物件。对此需要按照伊的命令来增温。荷兰面包、荷兰胖，若是库存真侪，阮真需要，因此船长应该除备以外的部分车载来互阮。阮也需要查甲一只适应的小船等等。这2-3天，每一天拢有一只舢板载人来北线尾东北港角湾，伫遐甲海上漂引入来，所有的杂草甲茶拢甲糊起来，装入去迄寡舢板再走。阮咧想讲，因之所以安尼做，是假少着即个工作来偷窥阮伫即个港边的船只状况，要找机会来突袭阮的船，就像以早安尼。对此，阮已经持续派坚强的哨兵伫咧警戒，或者是至少一看到因，阮就知影，阮就会加强警戒。我方的人也来互海上所漂引来即个岸边的杂草甲就芦苇，带入去城堡来做煮饭的即个香料啦香料。因为我方的人真欠缺茶，安尼来互即个杂草甲芦苇，加少袂当解决欠茶的困难。伫咧即个市镇里，因游园继续无用你用你定定啊，也对即个厝里搬出材料，因对厝里搬出遮侪材料，地甲阮有时会听到厝顶房屋或者厝顶落来的声音。厝外因拢真安静，看起来因大部分的工事现在已经拢做好了。好，8月2日，河天透西南风，我晓得。8月2日8月结束了8月结束都是意思因讲回来4个月8月25日是河天透西南风，早起才快艇东部附完全看袂到，可能是昨暗被海流甲陆风飘往海上去，因为昨暗天气无好，烟阁悬。阮的名工船嘛，因为安尼无法度被派出去，此外风也对此不利。上午，即只船又佫出现伫西边，有3只大型的小篷船规工伫咧港洞外咧巡航。伫迄个木园沿着东墙的内侧，看起来因又阁挖一条河沟。伫迄条画过伫市政厅甲高连先生的厝中间也挖一撮河沟。伫咧瓦棍沿着即个税务所的迄个厝甲地方官的房屋中间开始挖一条河沟，所以因现在要用商站的河沟来搁较阻挡阮。阮咧想，这是因对因迄边行行起来的邪术，会惊讲阮早暗就会出击这个情形特别是对因用的即个拄箱保拿去踢迄寡瓜咯，都看会出来。对下个南边港湾的迄板桥沿着两边的庄仔路，挖过迄寡过路，一直去到迄寡厝遐，拢甲因踢掉咧，也甲迄个南边港湾的南边迄寡厝，所有拍破沿门甲
窗仔门吼，会气空，拢用针啊，佮甲伊吞落地吼，甲塌起来。著因伫咧即个战争开始，著伫咧摄鲁所东边沿着海边迄条路上过着迄个喇宝，因今仔日来甲伊拆除，等入去海里，可能是因为已经老旧无用，因要重新过着新的。阴暗天气，乌阴又搁咧落雨，透西南风，迄只快艇东北号正伫咧西南方的海上。暗时啊，迄寡小篷船转去龙眼门入港。即几工阮看见一群新仔人往即边过来，去只看线的巴达米亚来的迄只篷船，遐来搬查木料。迄只船已经完全破离去啊！8月26号拜五早起天气平静。伫咧即个城堡的刑事法庭伫上午9点开庭，迄只快艇东北号还阁含早暗相向，停伫咧迄边有3只小篷船对海上航往龙眼门去。有4、5只小篷船来即个港渡外顺航，暗时啊就搁入去龙眼门入港。下晡透西南凉风，北方甲东方的天顶布满乌云，夜间又搁落一寡雨。今仔日因又搁伫咧即个市镇里无用咧搬运材料甲保纳，伫遐咧卡咧落吼，咧顶顶啊加强因的防务工事。暗时啊，阮也听到因伫迄寡保纳南堡附近去弹石头，乌号狗的声。忽然间来即句什么意思？佮差毋对啊！要天要过个时阵，又佮落起雨，又佮落雨啦吼，夹着对东南风所透来的阵风作雨，天气歹喏。8月27拜六，这篇较长啊吼。毋是讲非常长啦，就是较长意思啦。8月27日早起，拄仔天光有一个名叫做 Pierre Marguerite 的荷兰人对新港来到遮。早起拄天才光的是免讲。这样对。有一些到底是安怎讲？天补根还是补？我靠！为什么找无这个数呢？天补根
差不多，你是要记唔着哦。好啦，咱继续读吼。报日笑8档天补光吼，天拄啊光的时阵，有一个名叫做 Pierre Margaret 的荷兰人对新港来遮，伊讲。普林社城堡导航了后，伊向大部分的比利亚人当作老等的普林社市近28天。迄寡健康的人拢先被派去北边甲南边的各村社，其中包括着 Day Himes 先生甲 John Lambert 先生。18天了后，因一群14个人被送去新港生活。伫前来处队进前，因迄阵已经有7个人死去。有2个新仔官吏住伫新港，一个住伫政务员的厝，另外迄个住伫牧师的厝。无定定有新仔士兵伫新港，我方迄寡人从来毋捌对新仔人得到食物，因是靠当地居民的施舍来生活。迄寡居民相当照顾因，但是也有4-5天无去关心因。电影官 Jacobus Valentine 对新港来的政务员每项近先先借120个，甲即寡钱分互我方的人用来买食物。新港的迄个教堂，新仔人搬运真侪荷药甲猪仔去藏伫遐，藏伫迄内面吼。当地居民对伫新仔人占去因上好的土地，摕走因的册仔，因的家畜哟，家畜，即个早个人佫袂记。家畜，手续贴贴丝吼，家畜有时是家畜吼，家畜车辆吼，摕走因的册啦，家畜车辆等等无公正的作为非常的complaint 吼。但是如果对此必须要保持这个严正吼，也阁爱表示心满意足。迄寡长老就照先仔这个风俗，穿华丽的袍服。我方的人，毋管是先仔人无咧插，我方的人无咧插先仔人的禁令啊吼，如此去迄寡村社找食物来充饥隔饱哦，果腹啦哦，充饥隔饱，叫你是袂那个找一个果腹。无这个词啊吼，无这个果腹这个词哦。我方的人无咧插先仔人的禁令，如此去迄寡村社找食物来这个充饥啊吼，隔饱。有时啊，咧真无容易来找着食物，但是也定来找无，只好空手也无转来。伊伫车坎亲目睭看到有2个荷兰人，毋知影因一嘴吼，鼻顶是未过，就伫咧交车伫头壳顶的2手顶面用一支钉仔插透过即个顶条的吼，并且伫2骹的肱骨甲腓骨各顶一支钉仔
也伫两支手手背是我讲两支手骨两支手骨的这个胳膊这个无讲的歹势咧，骨顶一支钉来扎一个胳膊是安怎讲？胳膊，大华线顶数点的是犯罪手骨无啥物用出来去查查一滴无啥物也伫两支手骨骨顶一支钉这两个可能的人伫死去以前都安尼挂伫遐3工。那安尼，即寡野人的遗教徒还佫甲这两个被定是为家人，再去新港，实际上佮再去真侪所在，伫遐因死去并且被埋葬，因拢无被希腊士兵伤害过，但是被迄寡农夫买卖过几啊摆。希腊人强迫命令原住民当中。所有采用荷兰人名的人，咱必须要选择改等于因的老爸或者是朋友的名，违反者当罚所以呢，开始叫伊改名迄42个伫不幸跨线小比对阵2克顶头模仿阮的即个荷兰人，除了迄个文书甲伊的囡仔，大部囡仔以外，全部被用锁绑伫红棍炸去传去新港，有诶穿一条裤，有诶穿一个上衣。即寡可能人当中有14个人伫咧新仔管理诶命令之下，被新港人斩首。即寡新港人是被逼去斩首诶迄寡丢落呢斩上侪首级，5个人。包括迄个名叫做 Stephen Dan Drummer 的文书，伊的囡仔，伊就原先迄个台讲，家己另外一个被送去赤坎，其余的人下落不明，但相信就是被派去南平。因被用3班再去新港的时阵，也伫咧赤坎的人有电话 Valentin 甲伊的仆人牧师 Landers 和伊的家属。医生 Jonas 以及对各村社来的所有医生，也佫有土地签名书 Philip May 甲 Jonas Brunner 以及因的家属，含几啊士兵。乌西瓦的先生咧，含伊的长仔自由徛住伫咧新港。伊离开新港的时阵，牧师温顺和伊的某以及医生 Samuel 也拢伫新港，因拢和其他的希腊官吏同齐住伫迄个政务员的厝里。牧师汉布克和其他的朋友呢，也拢伫新港伫咧新港斗楼过伫遐停不牢过但是即个住几工就离开北方去。妇女甲囡仔也拢军队去。伊伫咧本月23号暗时约9点钟离开新港。即天的8工前，伊曾经甲伊要逃亡的计划，甲被即个外里另外一个伴讲，迄个人比伊更较知影前来处队道路，问伊敢要趁即个机会同齐逃亡，伊应讲袂。迄天暗时规暗头拢咧行路，天要到时阵看见3个希腊人农夫因敢若手因着食物，就是一寡饭含因的帽仔，因摕着即寡物件就走，无有原因，互伊继续逃亡。伊咧是立伫咧10草里，草蜢里暗时前行经过3暗，拢无拄着任何人的即个前行，即要来讲。
一路上述总算来到即个花魁绿地遮，伫遐看到约了30个骑马的新仔人，当伊听到即个人过来声音的时阵，就米到路边的杂草里去，一直到迄个骑马的人行过去，才因着即个花绿的外海沿岸。行过油条，伫咧迄一角位啊，拢无看到任何防卫，就安尼行到即边，平安来到遮，受到阮的欢迎。即个人因为伊即个冒险的举动，阮精神伊现款约了25里啊，嘛歹个25毫吨吼。一条毛毯，一顶帽仔，甲2领靴子吼。阮看见迄只快艇东北河也停伫上述迄个所在，靴子衬衫入面来讲，毋知。今仔日天气晴朗，强风对西风继续吹来，海上无定的看见着人的船只，看起来若像是自从5方的舰队。就是巴达利亚跑来援军，到位了后，因就拢行离海上立起来安尼。因为敌人已经折损遮尔侪士兵，其他的士兵又搁去庄卡咧建造，因此呢，有可能现在伫咧西南迄寡人吼，就是指地形的保障，特别是迄寡旁船伫即个困难的状况之下，无意愿前来处队，而宁可留踮咧遐。度过因家己的计划，甚至咧去渡口踢谈人，愿上帝怜悯，互因如此留踮咧遐。安尼，互阮会当得到解围。此外，即个情形也会当要值得注意的所在吼，就是如同如同阮已经有一段时间注意到敌人伫即边的困境安尼，阮也已经注意到伫坡米社的四色以及附近一带吼，已经有一段时间完全无看见因联军拥挤或者是自治的情形，就像伫即种公平事务吼，通常一定有的情形吼。如果若像团线安尼啦吼，国是人带入来对吼。就安尼一定有这情形吼，尤其是这种情形对迄寡异教徒更加是习以为常吼。伊对这个情形看起来，阮会使讲，国姓爷本人现在应该是无伫遐。更较有可能是伊已经去世啦。阮真希望会当得到对此有关的确实的消息，就让你们的船只总数减少。伫坡米社头前，阮嘛同款减少咯。阮的骑兵去拿豆园徛一段路程，捌伫咧即个瓦口即边的第二渔场，遐的哨兵看到因就逃走啊吼。第二渔场。要着一个咧捡柴的新仔人，甲伊射倒，但是因为有几仔新仔人对油条过来，所以因就拢掠头转来。顶半暝，阮听见伫外口阮的即边的所在，敌人又搁用伫顾着因的马保工事。全市文件我看了好，我即段头了828吼。早起天气甲风含昨上午相像，天空阴暗乌阴天，看到迄只快艇东北河也停伫上水的所在。昨暗就引伫领队出队前排几啊路年迄寡炮台的旧马堡边啊，加着了一寡新的马堡，也伫咧迄寡过路年。加乌几条河沟，你是天气晴朗，下晡透西南风，今仔日安歇的日举行礼拜敬拜主。约了暗时8点钟，敌人又开始无用咧挖河沟、弹石头，看起来是伫雾园迄边，因此阮着迄边发射了几发炮枪弹，但是因依然继续咧伫遐咧掘挖咧骗物件。好了，
天津8月29。拜早起阮看到地人伫迄个无远的正中央南北方向乌一条河沟，阮咧判断这是因烦恼阮出击的一个明显的征象，明显的这个真相是安尼讲，一个惹啦吼。甚至不给人员商量来去迄个河沟，或者是因自处祈求吼，自作自受吼。这个求讲最近咱们可以做一只早个吼，求吼。求就是灾祸三位家得罪过失冤魂吼，归咎吼。这是因自处祈求，自作自受。又阁有2-3只小胖船来这个港岛头前顺航，天空晴朗好天。要暗暝停伫这个市场甲普罗米社中间周围迄寡敌人上大胖船用篷起航，航王用伊们迄只自将因有一只胖船烧歹去以后，单独停泊伫个北纸尾北边的大胖船。也军队因航王用伊问号，你有讲即只船应该是载入去啦吼。要咧伫咧即个时阵，阮注意到河滨以前会徛家附近，或者是街厝内底有真侪人组织行动吼，阮着往迄边发射3粒炮弹，因着反击1粒炮弹，含前几工相像入夜东边的天顶就开始乌阴起来，然后到后尾就是佫开始落大雨。迄只快艇东部符合伫下晡对海上即边航来，入夜又佫退转去海上去。迄3只小胖船继续伫咧港岛头前来回咧顺航。我看无，我时间已经到啊咧。我甲读互了吼，我爬咧读互了看较多吼。8月30号拜二好天透西风，中昼过了偌久，阮看见西边有一只荷兰船，伫前远海上迄只快艇东部符合全额头往迄只船航去，但是看袂出因互相有挖群，看起来因是也无咧拍拼讲要去互相挖群啦吼。原上电互迄只舰队，互迄支舰队也同齐来，互阮明仔载就会当得到互人欣慰的好消息。又阁有3只小胖船伫即个港岛头前咧顺航。下晡风魔法议会调集议员开会，昨昏启动伊们停泊的迄寡胖船，还阁停伫遐。要暗暝，敌人对这个市场模仿伫菲律宾近调领导安地布困的路路来发射4-5发炮弹，无人受伤。暗时又阁是乌阴天，也落真侪雨，但是暗时10点雨就停了。后半暝约2点的时阵，有一只小胖船对赤坎，或者是对这市场后面前来，要经过处理，阮就用好真枪往该船射击，用大炮往该船发射2-3发炮弹，但是看起来敢若拢无拍着。该船趁着特劳急咧要越过处理吼，经由南港岛出港去。8月31号拜三，迄寡荷兰船只要停伫阮看到的所在，但是真远。其中一只溜溜啊伫迄个北边礁石区的尖端的南边仔，另外一只伫真南方的所在。即只船北往处地航来，但是伊阁往海上航去。即个港岛甲海上海印，已经小可有大起来，风强要对南方透来。虽然有出面，因为真迫切想要知影迄寡船只消息，所以也是决定要拍过迄只
面粉和小船炸一张简单的皮出港，这只小船就后面启程，但是伫咧浪道当中，这只小船伫咧港道南边堆满水，有几啊号人对该船受水起沙，但是还佫有4个人伫咧该船里咧抢救，小可要甲该船驶转来出队，因此阮就派迄只 Roosevelt 和小船去协商，到暗时这两只小船拢来出队，转来出队迄只荷兰船只伊原停伫上述。伊就远的海上，早起有大水篷船合计10只，驶出2日门港道，其中3只当中有一只大篷船吼，就是其中这3只，其中一只大篷船500航，这3只船500海上航去，驶出去就4界，其中2只伫咧外面了停留之意，因为浪道相应，又搁航回鹿耳门头前，和其他所有的船，除了上述迄3只以外，拢又搁进入港内咯。暗时透东南风、强风，并且落大雨。8月31号读煞吼，好，9月1号吼，明仔再搁来读。唉。好咯，感谢咯，我看下，马有来补充吼，马有补充，我才看袂到是啥物意思。文补充就我就打起，paste。帕蒲根我拄则找毋着音了，普啦吼 ，PHU 对哩对啦吼，帕蒲根 T 帕普吼 ，T 读根吼，好，安尼我要来规放咯，是要来规煞要记，这，好，感谢各位。